各位市民、各位傳媒朋友，大家好。首先咧，要感謝政府啦同埋立法會嘅安排。我自己咧作為新界北嘅直選議員咧，咁平時都有時間咧係一直喺度服務我哋新界北嘅市民。咁但係今次咧喺局方啦，聯同我哋咁多位嘅立法會議員啦，一齊喺實地度去頭先剛才姚美議員都講到啦，我哋喺天恩村嘅樓頂去俯瞰整個洪水橋嘅呢個發展嘅佈局。咁我相信咧，對於我哋而家一直跟進緊嘅呢一個專屬法例，亦都係進行緊呢個公開諮詢啦，係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咁我自己咧亦都特別關注咧係呢一個嘅片區嘅開發啦。而家正在洪水橋嘅片區開發咧，亦都正在進行呢一個招標啦。咁我好希望咧可以帶到更多嘅持份者咧，係真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去實地度可以視察，讓到佢哋咧更有信心，亦都可以更加了解我哋而家北部都會區嘅發展。咁啊，令到我哋咧北部都會區可以更加係加快、提速、提效咁樣去建成。咁另外咧，我關注嘅一個點咧，就係關於大學城嘅發展啦。咁啊，洪水橋嘅大學城咧，就剛剛局方亦都介紹到啦，應該今年咧就可以推出個地塊啦。咁啊，我希望咧，雖然今次呢個洪水橋嘅大學城地塊咧係已經加大咗，變成9公頃，但係我哋都好希望咧喺嚟緊牛潭尾啦同埋新界北嘅地塊咧，係可以再考慮一下去擴容一下，令到咧我哋嗰個有更大一個整體嘅地塊咧係去俾大學去發展嘅。多謝你。